在座嘅前輩師兄，以及最親愛嘅學弟們，大家晚上好。今日我企喺呢度睇住台下嘅有銀髮一族，亦都有朝氣蓬勃嘅年輕面孔為引路人。我嘅腦海裏邊一直回盪住一首歌，呢首歌嘅歌名就係《酒干倘賣無》。大家仲記唔記得啲歌詞咧？有天哪有地，有地哪有家，有家哪有你，有你哪有我。呢幾句簡單嘅歌詞講盡咗人世間最根本嘅因果同埋傳承。今日我想借住呢一份根同埋葉嘅情懷，同大家分享3個沒有入邊度有嘅感悟。第一，沒有國就沒有家。呢一句唔係口號，係我哋呢一代人深刻體會到嘅。我哋睇到呢個世界風雲變幻，當一個地方失去安寧嘅時候，最先破碎嘅就係每一個溫暖嘅屋企，個屋頂。國家係千萬個小家嘅屋頂，唯有屋頂嘅穩固，我哋先至能夠喺前下愉快咁樣去讀書、經商、追尋我哋嘅夢想。呢一份安全感係我哋一切成就嘅基石。第二，沒有母校就冇我哋舊生會。講到母校，我哋香港航海學校創校嘅歷史，本身就係一個以生命影響生命嘅動人故事。大家都知道，我哋學校係由貝勒皮大律師同埋一班心懷大愛嘅熱心人士喺戰後嗰個百廢待興嘅年代合力創辦嘅。嗰個時候，街頭上面有好多因為戰火而失去父母、孤苦無助嘅兒童。貝勒皮大律師同埋呢一群善長仁翁，沒有袖手旁觀，佢哋選擇伸出援手，為呢一班孩子提供一個家，一個接受教育同埋訓練嘅機會。正因為有佢哋嘅當初嘅無私嘅創辦，先至會有今日呢一所坐落喺香港名勝地標赤柱。香港航海學校呢間學校培育咗無數嘅航海精英。正因為有母校呢棵參天嘅大樹及已故歐劍龍校長嘅教育精神，我哋呢啲散落喺世界各地嘅落葉，先至能夠循住樹根嘅方向，重新聚攏在一齊，組成咗呢個溫暖嘅舊生會。沒有母校嘅滋潤，就沒有今日意氣風發嘅我哋。第三，亦都係最關鍵一點，沒有無私嘅奉獻，就沒有輝煌嘅未來。我喺度諗，當年貝勒皮大律師同埋嗰班熱心人士創校嘅時候，佢哋睇到嘅唔單止係嗰班衣衫襤褸嘅孩子眼前嘅困境，亦都睇到佢哋喺呢個地方，佢哋嘅未來，為佢哋種下一個善因，收成嘅時候延續到今天，一代又一代嘅航海人嘅堅毅精神。喺到今晚，呢份精神正在延續。喺呢度，我要特別向一群仲未畢業嘅師弟們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謝意。親愛嘅師弟們，或許我哋喺很多人眼中，你哋仲係需要被照顧嘅年輕人，但係我睇到嘅係一群由母校培育出嚟懂得感恩同埋回饋嘅棟梁之才。你哋雖然仍係求學，仍願意犧牲玩樂嘅時間，跑返嚟學校幫忙籌備活動，你哋放棄休息時間，勤奮咁樣練習，為今晚嘅發光發熱增添色彩。
呢啲好似微小嘅舉動，與當年創校先賢嘅大愛相比，分量係同等嘅厚重。因為背後呢種傳承同埋責任感嘅精神係一脈相傳。有人問國家嘅未來係啲乜嘢？我認為國家嘅未來唔單止係冰冷嘅 GDP 嘅數字，而係年輕人滾燙嘅心中，從戰後苦育枯初嘅創校先賢，到今日熱心回饋嘅年輕學弟們。呢個就係一盞不滅嘅燈火，照亮住過去，亦都照亮住未來。今日我喺呢度見到你哋嘅身上，熱不計回報，熱愛集體，心係母校嘅品質。呢種精神正係國家未來嘅希望所在。一個願意為母校無私付出嘅人，日後必定都會為社會、為國家擔起一個一個嘅重任。各位師弟，你哋就係國家嘅未來。最後，讓我再次以熱烈嘅掌聲感謝創校先賢大愛，感謝現教嘅校監、校董、校長同埋母校嘅栽培。感謝國家嘅庇護，更要感謝呢群年輕有為嘅師弟，亦希望你哋嘅將來為舊生會呢3個字充滿咗生生不息嘅力量。多謝大家。好，謝晒楚哥，請楚哥回座。